今日的不是为讲到环保、上能源降碳，尤其提案的一日的，不过讲起来个考试哦，台湾人平均碳排放量是亚洲第一，全世界也排名18。就联合国国际减排策略组织在去年发布的报告，台湾同世界各国比起来，对风柴、土石流也得受影响人口的排名是第5 ，GDP 数土石流的影响韩国是世界第1。台湾面对气候变迁的情形，实在无法度再无看到。去年8月暑在联合八地200公尺嘅競賽盤點，原至睇樹建從來轉盤，睇住建從出來年產量有650束以控制大流轉盤，有12億立方公尺。南埔水庫行人之噸產量提高，漲熱數無需好用，隨之年分配無源係台灣多年來環境的問題。这就代表说，第一个，我们对我们这块土地不了解，你有很大量的浮流水去取得，你就运下来，你不要在很不安全的山上去盖水库。1999年，9月鐵土歸台灣綜合感受得到，初前能肉本皮的面積有21000公頃，如果冇那件風柴帶來嘅太熱，本皮的面積有到51000公頃，係9月鐵土嘅4.5倍。專家講，台灣嘅體質冇穩定，開發嘅程度高，國家風柴越來，落日越大就會有災難。經濟氣候體型改變嘅原因，即係講每次氣體排放高量。1999年，台灣大家人當年平均碳排放量有5.76公噸，不過2007年已經有12公噸，喺全世界排名第18，係亞洲嘅第1名。研究氣候變遷政策嘅台大教授林志倫就講，減少碳排放量就要先調整產業結構。那台灣這樣有限資源，我們是不是需要繼續進行這樣的一個產業結構？其實是真的需要很大的一個調整。要不然，其實我們是面對一方面喊減碳，一方面又在蓋一些比較耗能的產業，其實是非常矛盾跟衝突的。專家講，開大能源少，係冇民眾了解環境變遷同大家人種下有關係。聯合環境議題已經對科學家嘅數據計算，變做國家政策經濟高質嘅條件，對調整產業結構，控制到民眾嘅日常生活，地球嘅未來其實都係大家人嘅受惠。客家新聞林建儒、呂文輝特別報道。